用祈祷来成就温体，伊用伊的行动来持守异象。咱每一个人，咱有上帝无共款手术的恩赐，咱来善用咱的恩赐，讲尽医治，一人一教，互上帝导领教育咱的民间，嘛互上帝的旨意得成。咱就即摆，主得叫咱人第三代。每一摆来到你的面前，我的心切切祈慕你，求你爱耳康听阮每一个来到你面前祈祷恳求的声，咱无切切祈慕。